着的时候，哪怕忍受着全身抽筋的风险，也要把钙给你吃2个了没？吃了。因为它里面保护的是永久性的细胞，就是你出生之后这一部分细胞不会再生了，就是我们的耳蜗和前庭神经。在你此后的一生中，你在依赖妈妈在肚子里给你的这一套东西，来听到外面的世界，感知外面的世界，维持自己的平衡，让你行動去遠方。真正牛腩就唔一定要炆嚟食嘅，今日分享一個清湯牛腩，本身原汁原味，有湯飲又有肉食，就算係新手小白都會一學就識。今日買咗條好靚嘅賓沙腩啊，佢咧係筋比較多，而且係四身咧比較爽滑嘅，個肉咧會比較少。我哋咁靚嘅食材，只需要最簡單嘅烹飪方式，先嚟凍水落鑊飛飛水裏嚇。趁而家飛住水啦，我哋拍一啲白胡椒。啲白胡椒咧，我哋已經係炒過嘅，炒香咗嘅。呢個袋裝住嚟拍咧，就唔會飛到到處都係。咁你拍完之後啊，用唔晒咧，就用呢個袋裝住佢就得啦，又唔會漏風嘅。呢啲浮沫咧係血水嚟嘅，我哋撈乾淨佢。如果你唔撈咧，等一陣嚿肉一起身又會黐翻去個肉度噶啦。我哋直接咧就將佢夾過去個煲度，煲落嚟食咧就已經好正嘅咧。蘿蔔揀啲最手啲嘅，批咗皮之後咧，我哋再放一碌入去煲。拍好嘅胡椒粒咧都放一啲入去，唔中意食咁辣你可以放少一啲嚇。再加一小片當歸，一小片陳皮，幾片薑，幾片啲香菜頭咧增加下風味，加多幾片山楂可以軟化肉質嘅。最後咧我哋加滿啲水嚟去煲佢就得啦。先用大火煲滾佢，再加翻個細火嚟煲佢45分鐘到啦。有肉有湯啦，我哋依家嚟蒸多個菜，先嚟炒個蒜蓉醬。加多少少油嚇，呢就成隻蒜蓉㗎啦，我哋放一半入去。見唔見個表面開始有啲金黃嘅狀態啦？依家就可以關火。